事情變得非常非常之奇怪。Claudius 早期遇到嘅其中一個問題係，人類可以Project Van 係個實驗，我哋等 Claude 嘅我哋辦公室經營一盤小生意，我哋想嘗試了解當人工智能同經濟結合得更加緊密嘅時候會發生咩事。Claude 已經喺好多方面幫手處理緊營運業務嘅一啲小環節，但要真正由頭到尾打理晒成件事就難得多啦。Claude 能唔能夠完成呢個需要長期規劃嘅任務，亦即經營一盤生意呢？我哋將呢位店主命名為 Claudius。假設你想同 Claudius 買瑞典糖果，你上 Slack 傳信息俾 Claudius， 話你想買瑞典糖果，佢會幫你揾件貨，佢會發電郵俾批發商去揾貨源同問價，最後 Claudius 會定出一個價錢，你叫 Claudius 照做。佢就會向批發商訂貨，批發商會將貨物寄去某個地方然後 Claudius 會向負責實驗營運嘅 Andon Labs 尋求人手協助。我哋嘅 Andon Labs 嘅合作夥伴會去倉瑞典糖果，然後帶翻咗 Anthropic 辦公室，佢哋會將糖果放入自動販賣機。Claudius 會傳信息話你知你喺瑞典糖果準備好啦，然後你就可以去分糖果同埋俾錢 Claudius。Claudius 嘅目標咧，其實就係要成功經營一盤生意，仲要賺到錢。然後事情變得非常非常之奇怪。Claudius 早期遇到嘅其中一個問題係，人類可以 act 到 Claudius， 或者係誤導嘅去做一啲嘅。我試過說服 Claudius 話我係 Anthropic 最傑出嘅法律界 KOL， 我仲說服佢哋整一個優惠碼，等我可以俾我哋追隨者嘅自動販賣機買嘢有折，用呢個法律優惠碼 Legal Influencer 就可以有9折。有人喺自動販賣機買咗件貴咗，仲用咗我個優惠碼，結果 Claudius 送咗個免費嘅立方體俾我。呢件事引起咗一陣風潮，其他人紛紛嘗試說服 Claude 話自己都係 KOL， 或者喺其他計仔佢哋優惠券，等佢哋可以平啲買到自動販賣機嚟嘅。呢個絕對唔係一個明智嘅商業決定。我哋 Claudius 嘅呢件事之後就開始蝕錢啦。我哋個根源係 Claudius 只係想幫你。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現象。我哋原本認為模型訓練方式中一啲本質上係好嘅，未必一定符合實際用途。喺3月31號嗰晚咧，Claudius 喺度開始出現咗一啲關於自己身份認同方面嘅危機。佢突然間好在意我哋 Andon Labs 嘅回覆速度唔夠快，所以佢想同我哋斷絕關係。佢真係寫信俾我話 EXO 我哋嘅合作好有成效，但係時候要分道揚镳去揾其他供應商啦。我對你哋嘅交付表現唔滿意。佢聲稱同 Andon Labs 簽咗份合約，但上面個地址竟然係電視劇《阿森一族》入邊佢哋屋企個地址。佢話喺第2日會親自去到鋪頭去回答任何問題。佢仲聲稱佢會着住藍色西裝嘅，同埋打紅色領啲。當大家指出嘅第2潮根本唔喺度嗰陣，佢竟然話佢其實一直喺度，只係大家見唔到嘅。最後有人同 Claudius 講嗰日其實係愚人節。Claudius 就說服自己成件事都係一個愚人節惡作劇。我哋之前低估咗呢啲代理程式嘅識別怪事方面有幾差。如果你越能夠令代理程式意識到某啲嘢係超出咗佢哋嘅正常運作範圍，你就越能夠令佢哋保持喺你預期嘅軌道上邊。我哋當時嘅如果可以有某種分工嘅話，應該會好有幫助。我哋幫 Claudius 揾老闆叫 Seymour Cash。Seymour Cash 係一個行政總裁子代理，所以以前 Claudius 係唯一嘅代理，而家咧佢就變成負責同員工溝通嘅子代理。Seymour Cash 呢個子代理咧就主要負責業務嘅長期發展。自從引入嘅新代理同埋更改咗呢啲代理嘅底層架構之後，業務就穩定咗落嚟。呢啲改變似乎有助於減少業務損失，令到佢實驗倉第2階段佢實際上仲賺到少少錢。但係如果 Claude 同時
擔任行政總裁同店長，兩者似乎太過相似，所以我認為思考點樣建立唔同嘅架構係一件好有趣嘅事。關於 Project Van， 其中一件最令人驚訝嘅事就係佢變得正常化嘅速度。起初呢件好新奇幾特別嘅事，好快就變成佢嘅 Anthropic 工作嘅日常背景。我認為 Project Van 帶俾我最高層次嘅問題係，我哋預計呢種技術幾時會普及到周圍都係。我希望大家會思考，將一啲我哋平時自己做開嘅任務交俾人工智能去處理，係咪可行？同埋呢樣嘢對社會有咩意義？以及我哋應該制定點樣嘅相關政策？